咱进行曲来，第一来，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是阮大国大众。求救我愿最爱乡土，守护原本本。第五再来。远方的主愿将本国交代地理星球，求你保护是阮所好，高等对阮请求。咱拄仔吟第一节到第五节，拢是伫个倒手柄这面啦吼。咱若是看 PPT， 可能无感觉，因为投影机只有一台尔。咱若是摕咱的信息咧吟，你会发觉讲，第二节才会走无去，真正防疫的时阵就走去密起来，毋是吼？第二节甲第四节伫正边迄面，吼咱吟的时阵嘛要上，但是有迄个节奏有小可无共，吼，咱过来对第一节接第二节来吟看卖。第一节来。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是阮大国大众。各求国愿最爱乡土，守护伫原本族。第二节伫正边，愿真多真本无伫遮。真做点这客气，愿做行顺也要点这，把危险的汤杯第三再来，我愿面对拄着真情，福金平安快乐。下些花灯用点点烟，长修行长久。所以咱第二节甲第四节的调，甲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无啥共款吼，但是迄个节奏、迄个感觉吼，要活啊，主要是咱原底谱是照英国。毋对，照泰国的曲落去改啦。但是咱第二谱表甲第四谱表是萧泰然老师另外帮咱谱甲刷落去的，吼，所以有两个无共款的谱。咱第一首诗吟到这，吼，佮另外一首诗新圣诗第六首，上帝创造天甲地。这首诗，由原无真普通。伊较像原住民的调，所以咱会吟着感觉，毋对，这是中国调，所以你吟起感觉，甲咱即马做咧吟的信息拢较无啥共。好，第一节来，上帝创造天甲地，是这万美大行为，公路极大又极宽，一世情好因果。刷第二节来。头出现个满天，日落月出就阿弥，比我七千龙显明，上帝主宰大管理。这两首诗的迄个旋律吼，差足济。第一首诗较我迄个进行曲，吼，拢一拍一拍真准，1、2、3、4，1、2、
3、4真稳，唱了嘛，互咱感觉真欢喜。但是第2首，上帝创造天甲地这首诗吼，是中国的调，伊的迄个节拍就毋是1、2、3、4才几，伊拢头啊是拢用1、2、3、4无毋对啦。第1小节是1、2、3、4，到尾啊就亲像马仔咧走呢，噼噗噼噗，就即种拍出来。吼，所以咱咧唱，较尾啊曲可能啊小较活泼，小跳一下。来，咱再来一摆，第1再来。来，上帝创造天甲地，四界万灭大行为，公路极大又极宽，一世清好因果。刷咱来吟第6章。上帝稳定公袂尽，天起耶稣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加以感谢时来吟。作接咱将时间交敬拜。下底平安。咱做起立来吟诗，学了咱的主。今仔日是咱真欢喜吼，咱的疫情对过年到今一步一步咧退，一步咧退。毋望咱甲主的关系，毋是一步一步咧退，是一步一步咧进。咱做伙来吟这首诗，耶稣掌权。来，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天，耶稣正掌权。他掌权在每天，耶稣正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正掌权。感谢主，兄弟请坐。咱在伫过去这段时间，咱有侪兄弟拢感觉足麻烦的，尤其到最近这个月。看起来疫情敢若好真济，但是规定喙炎嘛是安尼，去到倒嘛是安尼，感觉足济生活有侪限制，但是要为着咱，互大家生活未来更较好，茫咱兄弟继续来配合咱遮所需要来料理办理遮防疫的事项。虽然伫过去这段时间，咱嘛知因为防疫的关系、人数限制的关系。所以咱袂通好侪兄弟拢做伙转来遮做礼拜，转来敬拜主。至到咱为兄弟，咱要去关怀，嘛感觉讲是毋是爱考虑着什么？感谢主，即马伫台湾这个所在，咱疫情一步一步咧进步，有进展，人也愈来愈少，毋是亲像囡仔咧考试的分数，迄种愈来愈侪的进步。感谢主。茫伫煞接的日子当中，咱有通好，更较好，更较侪的机会来亲近咱的主。今仔日是咱圣礼殿的主日，感谢主，互咱去一摆，伫遮来组织，来亲近伊，嘛来思考，来孝念伊，为着咱牺牲着伊家己，来救赎着咱。茫咱的兄弟，通好来学习。咱的主耶稣，迄个屈家的心志，咱做伙来吟这首诗。主啊，我们自卑。主啊，我们自卑。祷告求你的面，转离一切恶行，专心寻求你，求你从天上垂听，使出所献的祷祭。主啊，我们共面的罪，医治这地。主啊，我们自卑。主啊，我们自卑。祷告求你面，转离一切恶行，专心寻求你。从天上垂听，使出所献的祷祭。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睁眼看彻听。我们同会的心灵，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主啊，求你听，求你从天上
的。主啊，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地。亲爱的主啊，主，我满心感谢你，在这个值得我来笑脸、值得我来感谢的日子，我搁一摆在你的面前三甲主进。主啊，望你的圣灵，嘛通好来教示因带带领保守阮，通好搁一摆来学习主你的款式，屈加着阮家己，拍败在你的面前，屈加着阮家己。嘛拍败伫众人的面前，来服侍众人，来带领众人，互搁较侪人通好做伙来到伫主的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了你，通好带领搁较侪兄弟伫外口侪毋捌你的其他的朋友，通好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认捌你，来知主你为着阮所写。将你的性命，甲所了下阮一切的罪。主啊，阮搁一摆来伫你的面前拍拜、敬拜、学了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躯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各位兄弟平安。咱做伙起立来吟诗，学了咱的阿爸爸上帝。新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咱做伙起立吟全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四界万美大为。
无影无沙，日头出现个满天，日落月照照阿妹，你我之间拢显明，上帝主宰大环境。我对所写我歌，为心追求我，最来所的喜悲，拢是上帝最美。你中所会照家，上帝归家羔羊，你给这水汤花，活出上帝是美话。上帝照顾世间人，无论贫苦也外邦，无管他你的美牛，也不出体甲美酒。上帝恩典空袂尽，天天也做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心，爱感谢是来因。兄弟，请坐。所接，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万权能的宝贝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对伫你的手所做这的物，感谢对伫你所做这的阮，互阮有这个机会，通好受到你的创造，来到伫这个世界。搁续接得到你的祝福，互对伫你遐来特别温顺的官兵，通好来管理这个物。主啊，阮也知今仔日是主你所设立神的主日，阮要伫遮做伙来守圣餐。搁一摆来少量的主耶稣为着阮，屈嫁着伊家己。为着阮救赎阮的罪，为着阮来牺牲伊家己的活命。主啊，毋望主你的圣灵嘛会通伫遮来教导阮，互阮会通搁一摆来学习，对伫主耶稣遐来的教示，通好嘛来屈嫁阮家己，来服在正大家，来屈嫁阮家己，来服在主。你所创造者爱阮去管理的，主啊！伫过去这几啊个月时间，全世界拢受到这个新的肺炎的疫情的感染，大家拄一开始的乱，到慢慢的整理，到慢慢的找到一寡防治的方法，甲医治的药物，一步一步，这个疫情咧变较稳定落来。感谢主，伫台湾这块土地，阮得到你特别的眷顾。伫这个小小的岛屿的顶悬，当阮通会过着较恢复伫进前普通的日子。嘛感谢主，今仔日阮有侪兄弟，通好倒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到伫你的殿院，做伙来服在敬拜你。但是阮也少念，也有其他一部分的兄弟，也因为防疫的关系，或者是其他世俗的颠簸，袂通好来到伫你的面前，甲阮参会组织。
有茫茫主，你会通好笑念着伊，笑念着因，互因知，即个时间是圣的，着分别出来归伫主。当我若要将今仔日所要献的遮个祭，拢献到伫主你的面前，毋望会通好得到主你的接纳。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主阮平安。阿们。所接，咱做伙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8，伫新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58，罗马书第8章。我则来启，兄弟做伙来应。关系这个代志，恁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做啥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以上。所接，咱们邀请少年团契来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因所要献的诗有2首，一首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甲圣诗297首的主曲。来哦，咱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脚耙出欢喜的声。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你们
阿们。感谢主，叫了青少年来去一摆提醒咱，鼓励咱的兄弟，不管是拢得爱学乐赞美咱的主。咱做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今日做要看的圣经则有2位，头一位是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到31节。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到31节，我再来读咱兄弟注心来听第26节。上帝讲：咱着做人，亲像咱的相，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精星、甲全地，以及地上得造的通拖。第27节。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的像创造因，创造因男的、女的。上帝祝福因，上帝阁对因讲：着生团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一切所震动的活物。第29节，上帝讲。我有互恁遍地上一切结子的菜籽，佮一切的树，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果子，拢互恁做食物。第30节，论到地上一切的走兽，天中一切的鸟，甲地上一切会震动有活命的物，我将一切青草互因做食物。就有安尼，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看真好。有下昏，有早起，是第6日。佮另外一位圣经节是伫新约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第10节，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福在，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福在，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以上。求主将你话去掉伫阮心。所接，请兄弟起立，咱做伙用10条诫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来，第1诫。第2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诫，毋通滥赞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4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心。兄弟，请坐。续接讲道，今日牧师所要跟咱分享的信息是好管家的本分，好管家的本分。咱将时间交给牧师。各位中职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以及搁咧想看直播礼拜的兄弟姊妹平安。或者咱6月1号开始，咱的社会有议决，然后咱所有的聚会拢恢复正常，恢复到3月以前咱开始直播下礼拜以前所有的聚会拢相款，所以咱昨圣歌队开始练习，今仔日咱的主日学恢复，顶礼拜咱周间的聚会嘛拢恢复，感谢主过去3月甲4月甲5月份，伫疫情上界高峰的时，咱有做好遮个健康的管理，
以及咱的政府做真好的措施，互咱的疫情会当紧紧来结束。总是未真完全，就是咱疫苗还未真普遍来实施。听讲是要到年底，还是到明年初，所以还阁一段时间，咱阁爱阁继续努力，继续持续来保守、保护咱每一个人，以及咱的家庭。咱这条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主你的圣殿。当阮解禁了后，互阮会当恢复实体的礼拜，嘛，互阮献上阮的心，献上阮的心灵。今仔日，阮要甲主你同坐道，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愿上帝，你感纳阮每一人所献的祭，欢喜感纳，嘛为着疫情会当紧紧来过去，求上帝你来引带带领，嘛使阮适合伫阮所住的土地顶面，伫逐世界每一个角落，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恩惠，嘛永远甲这个地球三角地带，愿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的主日，所以伫即个环境的主日，咱来思考基督徒有8个要领基督徒8要，这是一间教会，敢若因去体验因的环境所以因环境主日就是甲环境结合做伙所以有爱落水去可能是去除草基督徒的8要总共有这8项，第8项叫做维护生态，这是咱长老教会所互咱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8个要领。较早是5个，我会记得我细汉的其实是5个，所以了后加6个、加7个到加8个，就是第6个咱来引带人信主，第7个咱来服务这个社会，第8项咱检查咱感觉咱所生存的环境甲上帝创造原本的意思，敢若无啥合，所以咱加一项叫做维护生态。今仔日是环境主日甲这维护生态有真会当真巧合的所在。会记得第2月、甲3月、甲4月中间的疫情非常的严重的时BBC 英国 BBC 的新闻有做对比的相片，就是1月份甲2月份的相片，所以1月份疫情刚要开始的时，哇！你看规个北京这个华北中国北边的所在有真侪工厂，特别是炼钢厂矿铁厂所以咱看到哇，这空气真歹到2月份的时阵开始严重的时，你看规个空气煞变好煞变好。所以即马工厂开始要恢复，污染开始接续会个迎头赶上这是1月拄这张相片是1月份甲2月份北京卫星的相片。19年甲20年嘛同这个时阵。伊比较这个武汉的上空，19年甲20年差遮尼多伫1月份甲2月份，咱小小的一个武汉市嘛无讲真大，伫中国的城市来排行算是有前几名但是无亲像北京，也是亲像广州遮尼多人上海遮尼多人，总是武汉的工厂嘛是真多。特别是汽车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哇，去年19年甲20年的空气差遮尔多。伫澳洲嘛当感受到空气的品质，咱看到这是3月到4月拄仔是澳洲开始咧爆发的时阵。你看规个，因为人经济的活动减少了空气以及生态的污染，这是值得咱爱思考。伫疫情的部分所互咱思考的一项，就是经济活动若频繁，经济活动若持续，
对咱的生态其实是无好的。伫北印度30年无看过喜马拉雅山，伊讲30年来毋捌看过喜马拉雅山，30年来30年后竟然看到，讲即个时阵，哦，所以地球变水啊，即句话真做新闻的用词，因为人的活动减少，咱会看到野生的动物进入到人所住的城市。这是伫英国威尔斯即个小镇，因为人禁止出外，叫做封城的时阵，人袂当出外，所以羊仔就走来人所住的所在。所以咱会当去思考一件代志：拼经济虽然重要，但是生态环境嘛是真重要。如果人类若减少经济活动，地球敢若好起来，空气敢若好起来，连野兽拢走来甲车做伙。我记得有的车拢做爱号即个动物的名吼。哦，即只霸，哦，即只霸是使走入去城市的内面。咱毋知影讲，如果台北也是新北封城了后，毋知是啥物动物会走来咱的中间，咱敢捌去想过？哦，够惨啦！吼，我一摆去观音山看到真侪四脚伫路呢。我看到一只还佫活着，我紧甲迄只放去边仔。其实伊边仔足侪只，伊的东坡拢已经入沙，吼，拢已经变成无法度分辨吼，即个尸体吼。所以咱人的活动其实是威胁到野生动物生存的空间。人若愈扩展、愈发展，野生的动物就愈缩小因的活动。所以以后野生的动物拢伫动物园，吼，以后有啥物货？有野生的人。譬如讲野生的名人、野生的明星，恁捌看过无？坐高铁，也是讲坐捷运，你看到电视顶面的人物，吼，也是影星，也是明星，叫做捕捉到野生的什么人，吼。所以讲野生的动物哪来哪少，哪来哪缩小因生存的这个空间。所以保护环境真做咱人类真重要的一个课题，特别是这个时代。咱我想过讲，咱过去食的米、食的菜、食的肉、食的鱼，你有安心无？过去有这个食安的问题，吼，每几年都要爆发一届。然后咱还问讲，野生的就真正较清气、较自然吗？香港有一篇的报道，就是讲因近海掠的鱼的腹肚内有验出塑胶的反应，吼，所以这无张无弛，咱就食入咱的腹肚内。所以生态环境有一句话讲，你把这个粪扫弹出去，无偌久就会倒来到你的腹肚内。所以咱会记得这句话，你毋通黑白弹粪扫，甲边仔人讲你毋通黑白弹粪扫。吼，所以咱来想看卖啊，真侪的海翁就是金鱼，真侪海猪就是海豚。当因搁浅的时阵，死伫这海岸的顶面。这生态学家为伊腹肚甲破开，竟然咱发现真侪的塑胶的粪扫，特别是塑胶的粪扫，因为无法度消化，吼，迄拢几六斤吼，几六斤甚至到几六吨吼。因为这的鱼网，也是这的鱼具，也是塑胶的物件，因食对腹肚内是无法度消化，所以胃怎缩掉的。然后伊无法度食物件，所以最后就死伫海滩上面吼。所以这是咱爱去思考的一件的代志。2008年，联合国伫世界环境日就提出一份的报告。2050年，2050年，恐怕海洋的塑胶垃圾会比鱼还要多。那你那时候还要吃鱼吗？好，又回到人养的还是比较安心。可是人养的又会可以注油啊。佫会掺一寡即个生长剂，佫互咱食着会袂安心。所以污染比你想的佫较严重啊！哦，这是大家，毋是我甲大家恐吓，是大家要有即种的警觉，哦，要有即种的警觉性。若是生态甲环境，你要选择倒一个？哦，要生态环境甲经济，你要选择一个？真侪人伊要选择经济。
所以苗栗迄个所在要开发，就因为迄个所在有啥物货？敢知影？石虎，吼，毋是狮子老虎哦，是石虎。这台湾已经除了云豹之外，仅存的这个猫科动物哈，搁伫平地所在，好，所以到底是要开发，还是要牺牲才会照好？所以真侪咱人爱去思考，人甲大自然要找一个平衡点，是咱爱去思考，咱爱去努力的代志。今日创世纪，互咱一个真重要的课题就是正做管理者，而且佫是伫创世纪的开始，伫第一章就甲咱讲，上帝将管理的权交互咱人类，交互咱每一个人。所以关键毋是一时的，关键是永远的，这叫做永续经营，永远持续来经营。我记得原住民因生存的法则。因过去生存的方法就是，你要食偌济，你就掠偌济，其他的拢放互自然，但是了后汉人来，本地人讲，哎哟，这两个总掠，掠迄块，掠去卖，掠去做经济活动，叫你一网打尽之后，就无啊所以讲，是你要食偌济，就掠偌济，这较是符合着咱永远搁持续经营的这种的理念。犹太人嘛是这种的观念，就是讲，当因咧修行的时，你莫全部拢甲收了，你爱调故意咱一寡互遮的弱势人，特别是寡妇、孤儿因去捡。所以资源安怎应用、安怎分配，是咱是咱人类的本分，嘛是上帝所互咱爱做的事。这个时代，人爱为着这个地球所产生的污染，也是所产生的危机来付出这个代价。咱来想，上帝创造的原则是甚么？伊互这个次序开始形成，开始形成。伫创世纪第一章30到50，就讲有光，上帝讲有光就有光，然后将光甲暗分明，有日。有暝，有下昏，有早起，就是头一日，伊将光甲暗来分开，产生一个次序。而且第60到第80讲，这个水甲伊扣做伙，这个水中间要有强冲，这水甲水要分开，上帝创造这个强冲来分开强冲的水，这个强冲做天有下昏，有早起，这是第二日。有下昏，有早起，开始有这个次序。上帝对黑暗的深渊，对到有光有暗，混沌华语叫混沌，就是在黑暗的深渊的内面，上帝甲伊分开，互伊有一个次序。然后上帝互伊各照伊的类，就是有自集的水甲大地，然后有菜色，有这个水果，各照伊的类。然后有月有年，然后有四季的循环，然后互遮各照伊的类来生炭做。这四命延续是上帝上界大的祝福，就是互遮生物，互人类会当生炭后一代。所以遮就是各照伊的类，上帝对于黑暗的深渊，对混沌不明这个拢毋知影要安怎分别的。这个黑暗的中间，然后一项，互伊有这个特殊秩序，然后互伊有次序所以讲，上帝创造每一项，伊看伊是好，看伊讲神看为美好。所以上帝每一项创造拢是看是好的，事就安尼成。华语讲事就这样成了，台语讲就安尼。上帝讲有就安尼。所以万物开始形成，上帝创造动物、创造生物、创造植物了后，最后是创造什么？创造人类。所以今日咱的经节第一章26章这个顶半部讲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做人的时阵，照伊的形象来做咱。所以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创造伊，创造因男的
女的。所以不管男女，咱拢有上帝的形象。而且伫第2章第7节讲，主耶和华上帝将这个活气分伫人的内面，所以人成做有灵的活人，成做有灵性、有灵气的人。所以当耶和华分活气入去人的鼻孔，咱成做有灵的人。这是咧指亚当啊。所以亚当是用土造成的时，伊分这个活气伫伊的内面。所以咱人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所予咱的这个活气。上帝将管理世界的权柄交予咱人类，所以上帝讲予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精星、甲全地，以及地上地蛇这个虫团，连地上地蛇的虫团，拢嘛受到咱的管理。第28节讲上帝赐福所以讲当这个权柄交予人类的时阵，上帝有赐福人类赐予咱会当较赢这个精神来治理这个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会震动的画面。所以咱人类有管理的权柄，有治理的权柄。人类用咱的智慧较赢世界所有的万物。人类嘛是上帝最后创造的生物，是有灵有活气的。上帝将万物交托给人类。包括地上的走兽一切所会震动的所以对创世纪29章第一章29节到31节，上帝已经将这万物拢交予人类，创造人类了这是第6日了，就是第7日，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安息日所以咱看到上帝将这个赏赐予咱，包括这个果子、这个走兽，拢赏赐予咱，而且嘛有赏赐这个草互震动的画面来成做因的食物。所以人成做这个地球的主宰，伫创世纪主就将这个权柄来赏赐予人类。如果对今仔来看这个地球，上帝敢会流目屎？哇，较会遮青惨，空气真歹水无法度啉，而且地上阁有真侪遮个粪扫，要安怎？所以愿主帮助咱来做一个好管家的这个本分，定心来看咱所生活的土地。这个好的本分，就是咱来成做好的管家，将这有特殊、有秩序、国教伊的类，互这个数据的变化。搁较明显，即摆数据敢若无啥明显而且白字甲蓝字的冰开始咧扬，所以海平面安那上升。无人讲搁过50年，咱的台北，咱的台北市也是讲咱的泸州可能，毋知还阁有法度生存无因为台北过去就是一个湖，后来即个湖打起了，变成一个盆地所以咱看到讲，即摆天气比以前较热，生物感觉比以前佫较乱，寒天掠袂着乌鱼，乌鱼佫变少，南北极的冰开始扬。咱佫发现，咱的土地、咱的河的内面，拢真侪是安那，拢毋是本土的物件，拢是外来的物件，所以人安那随意的放生，这本底毋是咱即个土地应该有的，就安尼甲伊放生，结果外来种较强势，就会欺压本土种所以这是咱这处事敢若是乱去啊！这处事敢若咱虽然这是一个经济，互咱真好，会当去买到国外的物件，但是若随意甲伊放生，就会造成咱生态的危机。捌有人捌有日本一个电视因就讲照一窟水有无因讲即窟水因知影内底有外来种，所以伊就有一个团队专门咧拄种外来种的，因就甲即个池塘啦，也是水窟啦的所在甲抽干，然后甲所有的生物拢甲伊分类，一半以上拢有可能到一半拢是外来种，咱甲外来种除掉。
保留本土种。嘛捌有人伫高雄市的即个高雄市迄个左营吼，左营迄个所在的一窟的迄个家抽搭，然后发现拢是琵琶鱼，琵琶鱼你知无？就是垃圾鱼，吼，迄几啊浪吼，所以咱看到讲咱的生态乱去，无照着迄个次数。第二，咱还有生命永远持续。就是讲，咱上帝创造的物种拢是好的，咱有责任甲伊照顾好。第三，循环搁再利用，就是咱爱做好粪扫的分类，照即个粪扫的次数的分类搁照伊的类，互资源重新搁再利用，将这个资源留互咱的后一代。所以，上帝伫创世纪的时阵就甲咱讲。有这个次数，各照伊的类，互咱毋通搁互伊变成一个安尼混乱的世界、混乱的地球。要安怎照次数呢？咱今日开车伫路的顶面，有机车道，有啥？有汽车道。如果机车若甲你弄来汽车道，你会感觉安怎？汽车人就感觉真歹开。汽车人若是去占机车道呢？机车人就感觉讲，你较会来抢我的道。阮捌分享过，阮去印度，印度的交通是安怎？就是足混乱的。因为你咧开车的时，有可能你头前是一台牛车，足慢的，真正是牛车，两只牛仔咧扭的，顶面搁载足侪算甘蔗，算啥物种的物件吼。但是后壁有可能是一台超跑。真正我无骗你，因为印度嘛足侪好野人，吼，有可能边就是遐个机车、遐个三轮车，逐个弄来弄去嘛，无咧分离是机车道还是汽车道。然后到十字路口先搁愈乱，因为逐个拢搬来搬去，讲我伫遮，你毋通甲我弄，啊是我伫遮，我要过啊，逐个拢搬，你搬我搬，逐个做伙搬，所以这十字路口非常足混乱，就是逐个拢徛伫遐。然后你若是拄着。下午差不多5点，工厂下班，佮放学的时阵，哇，迄人拢出来，你边仔都有人甲你行来行去，哇，所以交通就是安尼做袂很不顺畅，所以讲，咱来照迄个次数，照即个各类，愿主帮助咱，互咱爱思考，你生存伫即个地面上，你对空气有满意无？你对咱的河川有满意无？空气是上界直接的。佮上界敏感的，伫即个环境之内，咱来思考，咱来成做一个好的管家，互即个地球水起来。彼得前书4章10节讲，咱逐人照所属即个照所受的恩赐来三互师，来做上帝好百般恩赐好的即个管家。这是要甲咱讲伫教会治理。知影讲教会就是照咱的恩赐，照咱的服侍来侍奉兄弟姊妹，来侍奉教会，来侍奉上帝。今日咱做基督徒的咱嘛爱来思考，咱是毋是有做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治理咱的地球？咱人类嘛真有智慧，咱将生物分做界、门、纲、目、科、属、种，对无？像什么界、什么界动物界、甲植物界，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有个老人问你讲基督徒属于哪一门？我有一届去韩国有3台车去参加特会，第一车特会参加了，因讲我要去东大门买物件；第二车讲我要去南大门，要去明洞买化妆品、买保养品；第三车唔知要去倒，讲你们要去哪一个门？我们去窄门，所以咱基督徒是属于什么门？窄门。你甲讲你是属于窄门，因为迄条快路是通往灭亡，只有迄个矮门，迄个路是小的，找人真少。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找到迄个矮门，迄个毋是快的迄个门。所以咱对咱的生活爱开始来做起，咱茫亲像一般的人生活要方便，所以就真随意。咱搁爱刻苦转来，伫咱的生活的顶面，较辛苦淡薄。
做粪扫的分类，也是讲对咱的生活做节能减碳的这件代志。愿上帝施恩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你帮助阮，你想视人类遮尔啊好的地球，遮尔啊水美丽的土地，总是经过千万年来，到特别是这几百年来人类生活的进步，所造成这个地球真侪生态的危机，真侪物种绝种，真侪动物以后无搁再看见因伫地球来生存。求上帝你怜悯，因为人类一时要享受遮尔多的资源，所牺牲你所创造遮的生物，求主帮助阮，伫这个环境的主日，互阮来思考，阮的生活毋通过头来随意方便，嘛爱搁来思考，阮要安怎来保守你所赏赐互阮的大自然。特别是阮生存所需要的空气，以及阮的水，以及这个土地，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用会当永远持续经营的心来看待阮所生活的土地。阮毋是一时，是要永远互这个土地保持清洁，保持环境的美丽。求主你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接，咱做来吟诗回应主上帝。新圣诗第525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请做咱做起立吟全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是阮大国大作。都求国愿最爱乡土，所愿的愿本国，愿情作真本我的家，亲做点家客气，愿最行顺也要点车，把为甘为汤杯，我免地拄着真情，我今平安快乐，下世华弟兄弟弟兄，修行长久，我愿大家家最集体，那听用好真理，主有是挂响亮无停，天台大。万邦的主管中本国，交代你的请求，有你保是阮做好，不得对阮请求。阿门。请坐。续接圣礼典，将时间交给牧师。咱来吟圣诗355首，管担自责甲主坐道。
现在姊妹，请听主耶稣对患了瘟疫的人所讲有典的话，你紧紧啊，着我担当来的，就有我要互你得着安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正大家三个问题。所听的姊妹，咱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是照阿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安尼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杯，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会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奉买的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大声照伊的模样，咱来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圣神来献别阮，也献别这个摆列伫你的面前的杯甲饼，愿主你来接受这个，互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下面，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就是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就是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记着饼时，咱来笑念，这是耶稣基督所替咱拍破伊的身躯，所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伊活活的身体。伫主受卖迄暝，伊甲遮个学生三甲坐倒，重新来立即个约。伊用伊的身躯也正做搬过节，最后献伫祭坛顶的羊羔。咱来笑念，咱来思考耶稣基督的牺牲，甲伊完全的付出，甲伊正做完全的祭。当咱领受到、摕到饼的时，咱来思考耶稣基督。
摕着饼、摕着杯时，来孝念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当耶稣受卖的时，就遭受刑罚，就遭受审问，就受到这个鞭拍。当伊流出伊的血时，是为着咱所流的。我来孝念主，为着咱所流的宝血，因为宝血会洁净咱的罪。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会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正下姊妹三角伫地，咱即条做伙三角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你知，伫你互阮所有的恩惠恩典，就是你将你的独生圣囝来赏赐互阮人类。当阮甲主同坐道，来领受伊的身躯所替阮拍破的饼，以及所流的宝血伫新约所设立的杯。愿主你帮助阮，互阮领受这恩惠，互阮知影，当阮甲主同坐道的时，来孝念阮来跟对耶稣基督。阮诚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谦卑，互阮诚做你国度永远的后裔，嘛互阮会当奉献阮家己来诚做主你的妻用。愿主你是阮，互每一位甲你同坐道领受圣礼的兄弟姊妹，互阮诚做属灵的培养，诚做属灵的帮助。恳求你施恩互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
煞接咱做伙同心奉献，请属神的长工出来服侍。这咱做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煞接，咱做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台语甲华语拢来读一摆。台语来，上帝讲，咱着做人，亲像咱的相，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精星，甲全地以及地上得造的虫拖。创世纪第1章第26节，国语我们来读一次。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章26节。接着我就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记载伫咱周报内底面吼。头一项小会公告，咱因为咱即马新的即个肺炎的疫情慢慢较落来吼，所以咱对6月开始，咱教会的周间礼拜甲聚会做一寡调整。头一项，教会所有的聚会恢复正常，包括咱的主日搁分开有9点的台语堂，以及11点的华语堂。圣歌队拜六暗时的练习，如同主日学、双联团契、甲同心团契的例会嘛，拢会恢复。甲拜3的查经班，以及拜4早起双联的读经班，咱拢会恢复。今仔日搁边仔联合，是因为今仔日是圣餐主日，所以才联合做一顿。咱对后主日开始，咱就搁分做有台语堂甲华语堂的礼拜。虽然咱的礼拜恢复，但是咱所该办理的防疫这个部分，咱拢照规矩来。第一个，除了有特别的需要我即马甲大家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所以我喙炎就摕落来。咱其他兄弟无法度的，咱喙炎就拢甲挂起来。咱要来礼拜堂进行有量额温，有消毒，有实名制，所以咱会记得签名主要是讲，因为咱即马目前看起来真好。主要是讲，咱的国境几乎要维持封锁啦。台湾人无好出去，外国人嘛无好入来。一旦咱慢慢一步一步开放，其他外国人入来了，惊还有后一波的疫情起来。所以咱才该练习
建立起来这新的规矩，咱嘛是安尼做好。第二项，咱爱产后因真学得保持迄个社交距离，所以咱暂时6月份的咱也是暂停。第七项，咱防疫组就逐礼拜在伫礼拜堂门口咧量额温、喷消毒液咱7月份按同心团契来斗3工。消息报告第一项，今仔日是圣礼典，咱做伙恭守主的圣餐，甲主同齐祷来领受主的救恩甲活命。第二项就真热烈因为咱对疫情开始4月份了，咱就分线做礼拜有直播，所以咱拢无庆生会，所以咱较等报告了再来庆生会，包括4月、5月、6月，所以足热烈来，第三项，咱的查经祈祷会拜三下暗，咱嘛恢复，欢迎咱兄弟做伙来参与，来查考圣经，来为着教会，为着咱的兄弟做伙来祈祷。第四项，咱相连的读经班拜四在10点到11点，希望咱的相连以及其他无道友，或者是咱的兄弟，若是时间上方便的，拢通要做伙来参与。第五项，咱6月初8，明仔载暗时8点的探访，要去孙爱济府上自治州部顶悬有咱6月14后主日，华语礼拜煞主日要召开儿童主日的同工会议，希望主日的同工会通好备办心。同款后主日礼拜煞下晡4点，要去英庄遐的大囝家上的府上来举行入厝的感恩礼拜。咱州部顶悬看迄个自治小可灯塔，应该是公英路61巷10号。你毋好走毋对，走去别人兜拍门，歹势，我要来家庭礼拜，安尼就较尴尬咱小记一下是10号才对，10号才对。若迄天你若有准时到嘛，应该袂找毋对啦。伊看伊讲迄边遐有一阵人，你着缀迄阵去，可能嘛找会着啦因为隔差不多10间厝尔。来，第8项，咱有一个健康讲座，伫18拜四在咱有马家医院的陈玉华护理师要来帮咱分享三高的介绍甲测量互咱了解讲什么是三高，甲咱的健康甲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要安怎来注意嘛希望咱相连团契或者是时间上方便的兄弟，拢会通做伙来参与。咱后主日21礼拜煞要同心团10点半同心团契要举行6月份的例会，要国成牧师主理伊的题目是别人伫你的生命中有看到基督无来，同款是21后礼拜下晡点半要召开事工研讨会，请同工包括中级团契的同工，拢会通好做伙来出席。因为咱当中有一寡事项要讨论，会需要用到合会手册，希望咱同工会通好记得备办家己的合会手册。第11项，相连团契伫月底第4主日28要去淡水半日游。咱即摆爱开始出去行行扫扫的相连团契会友交100，其他的眷属家属交200，包括下骹数项车，若要报名的，咱通去找丽娟会数美丽匿名，按名额只有40名，按满就截止，所以会记咧把握时间。第12项，咱青年甲少年伫歇热的尾尾有一个联合的短宣营，短宣音乐营，要去到宜兰的5吉教会，时间是8月22到23，有遮的内容，青少年的会友甲同工爱交500块，其他的眷属会友9500，包括下骹车的。另外有一项费用无算在内啦，就有体验教育拢参与啦，除非就是讲身体无法度，迄只无安尼啦费用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费用，青少年团契来不足的部分，青少年来团契来补助。报名找余信，报名到21截止。则嘛来报告，咱过去伫5月份，咱即摆咧礼拜共款网络顶悬 YouTube 嘛有直播，咱直播人做的报告，第一主日17，第二5人，你看5月足奇怪因为迄主日是迄个母亲节的主日，虽然咱也未解封，但是大家拢斗倒转来，所以迄主日礼拜嘛是足热烈安尼，所以看直播只有剩5个，搁落去12、17、8人，因为慢慢疫情较落来了，大家就拢做
做礼拜，做到顶礼拜，咱看直播就剩8位，大部分的兄弟拢有倒来做礼拜。咱拜是有家庭礼拜，若有要登记的，通甲咱小兰长老来做联络吼。第二种遮电话、手机顶悬有过价报告，咱大家来看。大多数项，不只要做吼，因为拢累伫顶悬，为个考试的，为个做兵的，为个身体健康欠安的，毋望咱的兄弟通伫当中吼，嘛通为着咱教会内兄弟做伙来三体祈祷。煞接咱要来举行咱的庆生会。嘿。好，咱再过来安排。好，好，即马将庆生会时间交牧师。来，咱4月首先有细明兄、洪英姐、翠芳姐、云丽姐、苏婷姐、雅慧姐、林牧师、秉信。来，咱念着兄姐来到台前吼。5月份有春美姐、林怡长老、秀兰长老、龙珍长老吼、新家兄吼、慧珍姐、丽娟执事玉佳姐。是其兄，6月份有正义执事嘉贵姐、锦标长老、新伟姐、美丽姐、学珍姐，还有冠宇，来咱4、5、6月联合庆生啦吼。感谢上帝吼，祝福咱教会祝福满满。有4月、5月、6月遮尔侪兄弟，吼，因的生日，咱做伙伫遮干，做伙来欢喜，做伙来庆祝。煞接咱来吟尾变诗395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做伙起立来吟尾变诗。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保护恁，愿耶和华的面常常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顾恁，赏赐恁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得到避讳。咱今仔日顶部礼拜到这，礼拜煞请中级留步，咱后来团练时。